堆電器就冇駕駛冇操控，咩車有呢？呢啲咧X7專享，我個人覺得 M 會好睇啲啦，不過豪華就隻拎啊、包圍嗰啲唔同。咁啊，其實一架官價120萬嘅車咧，從你開門嗰一刻開始，你就會好失望，因為隻門係冇電級嘅，個電動踏板係加裝嘅，咁音響咧都唔係好架勢嘅啫啊，蝦萬仔皮啊、木啊，靚嘅材料係有嘅，咁啊大堂太上邊咧都係得最基礎嘅定速巡航，後排都好架勢啦，4個冷氣口，不過就只能夠調風量溫度，咁啊冇座椅加熱嘅，仲有張凳係可以調角度嘅，咁啊空氣避震、高度、軟硬都可以調。X7嘅行駛質感咧就絕對唔使擔心嘅，但係你要講你同埋你阿爺阿嫲都可以感知到嘅層面即係啲舒服啊、配置啊、智能嘅嘢咧，當然包括價錢咧。佢一定鬥唔過嗰啲國產大電視嘅。呢架23年上牌26000公里一手車，我哋係賣75萬8，咁啊2萬幾公里嘅車，20幾萬嘅差價，非常合理㗎啦。